后我今天我还知道石雕湾的华语名叫做施兆远，石兆远。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施兆远 ，KL 过去很有呀无，你唔通甲我讲，你是听A学者教育中心的 Elwin Howe 先生所讲的，石雕湾是对华北区的实在远，实在远，安尼款音会过来的哦。唉，我就无明白你会安怎会相信你讲的话。可是我跟那个 Malay name 这样不一样的是亚湾。我人祖先都是讲华北句的。OK， 我承认啦，我是袂晓福州话的，我可能讲走早课伊的发音，应该是叫石雕湾，石雕湾的专讲话南福建话，你家己试看卖读看卖，你就知咯，会较甘伊的音嘛。石雕湾，潮州话就是打石雕样，抓讲话潮州话、福州话，家合音较歪，石雕湾嘛。你无相信，你应该去问你的阿公阿嬷阿祖伊人看到唐人字，又是用我人古句安尼款读出来嘛，无相甲之前的时代的人，伊人去华北句的学堂，伊人就受讲三马的唐人字拢总爱用华北句来读的咯。马来西亚安尼做地方因马来话名，我人的祖先是用古句安尼款去音译出来的嘛。你无论安怎讲本好你硬用华北句来读伊的地名是无啱的嘛？你莫甲我讲鸡蛋岛是子弹岛哦，都有加马来话的布拉格蛋相像音哦，鸡蛋子弹都有相像鸡蛋嘛，佮有啥物不吉便当、不吉便当嘛，无理由是对华北的胡志明等安尼款去翻译出来的嘛，唉。